恭喜祝庆新年！恭喜啊，恭喜啊！小强老师恭喜哦！泰嘎老师恭喜恭喜！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恭喜太发财啊！新年到呀，新年来，大家笑康呀闹财财。娘娘大肆炮竹响，南老有乐洋洋，南老有乐洋洋。新年到啊，新年来，团圆笑颜开。新配林纱相见面，双双恭喜太发财，双双恭喜太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太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祝大家太发财。哎呦呦哦！恭喜啊，恭喜啊！新年到呀，新年来，大家笑康闹财财。娘娘大肆炮竹响，南老有乐洋洋，南老有乐洋洋。新年到啊，新年来，客家团圆笑面开。新配林纱相见面，双双恭喜太发财，双双恭喜太发财。恭喜發大財，恭喜發大財，恭祝大家大發財。恭喜發財，恭喜發財，恭祝大家大發財。恭下嚟啊！恭喜發財，恭喜發財，恭祝大家大發財。恭喜發財，恭喜發財，恭祝大家大發財。新年快樂！哇，這個真的十分歡喜啊！好高興哦！太開心了，開不開心啊？有歡喜冇？我相信電視機前面嘅朋友啊，每一天非常的歡喜啊！哎呦，一年比一年還要精彩呢哈！偏偏係一年一度嘅安尼客家電視台過年特別節目。看看大家看哈，看到今年的阵仗，一定啊，那制作单位不惜成本，花大錢呐！哎呦，真的嗎？找這些人要花很多錢嗎？我跟你講，绝对要。一年一拜，一年一次才會放出來給大家看的哈。哎呦等等叫哈。有這樣都太個冇咁簡單啦，講真今年的。的節目啊，實在精彩。哎按不了7點半到9點半，2點鐘該精彩節目。哎呀評論大家，恭喜新的一年，嘿，新對了年快樂！今本也係呢客家電視史上新秀跟老將齊聚的一年了，新秀我對不對知道，老將在哪裡？新秀在那邊。星光吧。老秀了，你們太客氣了。對對對，啊，唔是講他咁樣定人哋老。哎啦，哎，看好的各位，哎，看好的秀，一定要鎖定我們的客家電視台。雖然講我們今天眾星雲集啊哈，啊唔講咧相同的考驗哦，唔係講哎，但是你做的表演就可以了喲，還要表演得好，對對對哎，說服我們的觀眾朋友啊，對不對？要考驗哈，講真呢，黑假使人家都唔曉的話，你們就自己訂好計程車，自己回家吃自己。我感覺還有視察來。有視察來啊！啊，客家電視歷史上清太清重要的一個考驗，好，乜解唔掂啊？乜解啊？乜解唔掂啊？那你講出來，乜解動先點啊？做乜解？菜我見過擘嘅啦，索菜啊。係啦，真係迄乜個東西按困難呢？係啊，講吉祥法。哦，吉祥法。哎呀呀呀，冇問題，冇問題啦。冇問題。牛哥，
你放水不要放的这么哎严，好不好哎？太明显了。吉祥话当然读啥子会讲，人人只会讲，但是你讲都好，哦，讲都有押韵，哎，特技，要讲都有创意，哎，无按改。那我们就冲伞狗用哎，个当然啦，对吧？哎，穷口来啊，对吧？所以我家讲的，迄个是讲都唔好，真的就回家吃自己。哎，先帮我叫好车等他，我先来走。拜拜。还好，哎，你有心理准备。要不然这样啊啊，安内啦，安内，这样好不好？我们身为主持人嘛，是好不好？哎呀，好，那我们就先来带动一下，是你们见识一下。哎，好，好，那这样子就由老将先来。乜家人都荒闷，乜家人都有 sense 哈，哎呦，出屁啊！要押韵哦，押韵哦，押韵，要押韵哦。押韵哈。特技，好，好来，穷口来麻烦啊！田老师，雄厚了哟，雄厚了哟。耶，有有有牛耶，有， Daniel 耶，演出一黑新年，自抛上爱脚，拜天公有金主贤，家家户户庆团圆，恭祝大家泰春钱啊钱拿來呀！嘿，one，嘿，嘿，嘿嘿嘿嘿嘿，新娘打鼓又打锣，太家冲过又跳舞，阿凤太昂鼓，吃饱就去奥利杜哦，哦，對，嘟哦，今日马甲落司机啊，踢吧，他们马甲司机，落注，这个学你对。安尼客家落注先啊！哦，唔，大家客家落。你記住先啊，拜天公。拼理哈，大家講到很沒懂，我覺得我很有創意，對不對？我很有創新誒，有創意，有太昂鼓，又有學你對冇意思啊！那個看到係做奧利度的，快點出去就可以真的，人牙你要十番當中的。代表看到你代謝好啊！哎呦，哦，你看冇得到嘛個大腸癌出來了。有意思呀！好啦，哎，你示範我哟，示範我啲啦哎，創新啊！哦，上一下哦，按了分組啦，好嘛？滚珠啊！我們先從最幼稚的開始。哎，啊，我唱完了啊。最年那個年次最幼稚的。年次，咩咧？你講到那邊去啦，你橋頂好了。年次最幼稚的，跟看過兩片的，真的。這兩位啊，在我們客家界是那種活化石，死骨不化的，有沒有？放在故宮博物館。對，還有你看他自己這個有先見之明。今年一款死搶出來耶！哎呦，來是 action 我你像你那邊都忠烈祠啊，故宮博物院。忠烈祠還有去打戰的樣子。好了，最幼稚的先來。好嘅，寫落嚟係啊。好幼稚啊！來，恭祝大家福連連，錢財滾滾，萬萬年。周代寶，都對了，周代了，周代寶，周代，一聽都對。問我了，問我。嘿，嘿，恭喜，新年太快財哦！阿峰，嘿，恭豐班阿哥啦！周年的總批嘅，而家周年阿婆嘅年啊。那個阿婆，這樣。對。阿胎啦，冇見過啊！冇阿婆冇冇嚟。胎呀！周代安尼沙口嚟揾乜嘢？來，慢點。哎呦，這邊，哦，那邱志燕來，這邊，風光風當當嘅啦。來，老師來哈。哎呀，陳爽，大家平安，有健康。還有邱志燕，我用海料嚟嚟講啦，海料。紀念，大家年月傳大千哦。太千，挨卡了，我你來了。有，我你，耶，嘿， One, two, three, four，概念，好運連連，概念，大家傳千，概念，將嘅新年。嘿，不吵。關眼的呢？哦，哎，
金童玉女组，好吗？来你，我们要突破传统，我们不要跟你们一样。哎，什么不跟我们一样平常时你啊都在流行族嘛，嘿啊，你们说的算呐，流行族母音。传統組。傳統組嗬，嗯跟住我哋唱下傳統組嘅山歌，我從係做得嗎做得用英文嚟唱山歌。英文。日本老師，我要傳統的感覺哦。來歡迎老派，老派不是，你好意思講，老派是羅大哥呢。好，快點，快，好，給他看。 Congratulations to everybody. 客家了。原來係英文咩啊？ TV 啊，我難講了，哎呦！那這樣好了，老師再給他一次機會。你好丟臉，你快給邊哎，買按貴海做起來想給你還有給給腳，給夠了，對對對，他給我100哦。本改拜幾邊來了，改拜幾邊來了。票錢衝按好難的哦。所以給夠。客家乜嘅？客客家家 TV。客家 TV 啊，啊 TV 啊，泡樹。 客家了 TV 啊 ，Number One 呐。意思講有英文做係有國際化做到嘿呀，你看，哎，英文唱哎山歌。對對對，所以客家地位才你們會。剛剛唱的是那個 Old Mountain Song 唱的。嘿呢，哎嘿呢，老厲害厲害厲害！好，哦，有創意哈。有嗎？有創意，有創意。來，下一組，哎呦這個是我們現在星光棒。客家天世界當紅炸子雞。哎呦，哦， Annie 呢，要唱用唱嘅嘛，用 rap 嘅方式，一要用山歌嘅方式。咁我用乜嘅方式 Annie，我用流行歌嘅方式嚟推呢個 Annie。來。恭喜呀恭喜，太呀太發財，好事連連，幸福天天來。恭喜呀大家，萬事都愉快，上京以後要快無悲哀。咚咚鏘，咚咚鏘，咚咚鏘，咚鏘咚鏘，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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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鏘咚鏘。有同歌嘛？有同歌嘛？有，清楚，嘿，清楚又好聽。嘿，我相信今本日真係鬧熱滾滾啦，哈！係哦就我要相信今日節目一定非常的精彩。彩馬上就進行今本日萬山金曲慶新年。這兩位哦，以前在秀場的時候，只要有掛上他們，萬人空巷。以前就是掛上廖俊碰碰。對呀，他們兩個人，念，廖俊，啊碰，我哋碰。群星在天空閃亮，百花在地上開放。我們有美麗幻想，為什麼不來起歡唱？好高興哦！
观众朋友啊，你提供做嘛我要带了一条歌曲的嘛。哎呀，当然见面呐，有一团特别特别的、特别欢喜的，也是我期待已久的。真的，因为撒下来介绍呀两位啊，真的客家嘅，莫讲客家嘅啦，安尼演艺圈的一个传奇人物代表啦。对，按今天呢，我们为了要欢迎大家美好的时光，俺们今天制作单位啊也不惜成本啊，咁我今天俺呢，当时光机，带着大家穿越时光隧道，好吗？来欣赏一个客家群星会的时代。好，因为他个云溪洞后，还有欢迎到好久不见的秀场天王天后康美胖胖。恭喜！太发财！碰碰姐，新年快乐！大哥，好高兴哦！罗大哥，何其荣什么？折寿了，好久没看到你啊！何其荣先在油腔都唔入到啊！哦，點本啲藝啊，啲藝啊對嗬，聽聽來嗬，可能你啲神哦，用版，啊，鳳雕雕到，鳳雕雕嘅人，哎呦，好嘢咩？我仲一條鳳神。来代表整个杀鸡啦！哎呦，今天啦，过年啦，新怀疑起到呢大哈，哎呦，面對行到呢邊上一浪面對，哎呦，呢真是下地對啦哈！哎呀媽要，咩唔可以查你？因為兜到埋啲鳳堆堆嘅。哎呦，唔看啊，兩神你兜起來啊哈！你看唱唔唱啊？龍財五毛，好演繹，螺絲洞，行了，行了，心想的，100天地，啊，還有啊，係啊，200。親戚朋友哈，大家嚟來工作，咁重要啊！夫妻恩愛都幫年，進入洞房。碰碰姐要按夾嘅喏。咁咪拜堂對咧，進入洞房，開玩笑的啦，根本一來呢啦哈。對呀，先拜年，先拜年來拜年，天王天后。愛人送入嚟，嗱客家上去拜年，反正不用送入洞房，好不好？誰要跟你送入洞房？好，對。全國的所有的客家鄉親、客家酒家咯，入嚟新的一年來祝福那天所有客家鄉親新年快樂，太春節！這兩位哦，以前在秀場的時候，只要有掛上他們，萬人空巷。哎呦，沒有啦，你啦，我通常只是靠唱歌啦，對，我都是靠唱歌。對，掛上你的名字。我哪裡像他這樣子？那這樣。哎呦，那，以前就是掛上廖俊碰碰。對呀，他們兩個人就。廖俊，啊碰，我的碰碰。哇，這一段這首好喜歡哦。點解
过年的时阵哈，今晚你过年的时阵不是，哎，你到现在还没拜年呢，我还没拜年呢。你好，全國咧嚇，廣東朋友、鄉親朋友，大家好，碰碰呢見朋友的親朋友，這裡的老太太來拜年，祝福大家哈，新年快樂，萬事如意，心想事成啊！還有呢，財源滾滾，金玉滿堂，身體健康。拍麻將你拍我碰，哎呦，好，好，意思啊，過年時就打搞你你在搞啊，碰你我在碰啊，搞你我的搞啊，碰你我在碰啊。这个也可以玩呐。说对了，秀场的时候我早有耳闻了啦，真的好热闹呢。你像康雷大哥之前就是常常人家都会送东西给他。康雷大哥是属于那个时候的偶像级的。有一次到印尼，对，到了印尼去唱歌的时候，印尼我第一次去，第一次去的时候呢，我也不晓得怎么样，登台第一天哈，听你的，送了一个大花牌，写了康雷两个字。哎呦，那个康雷两个字是用美金，100块的美金，是把它写成康雷，用折的，变了变成一个康雷用杂。不过康雷大哥你的笔画不少哎。对呀，对呀，哦，今天假跳的，今天假跳。唱完了之后，我那个花牌我就可以带回去嘛。我带了回饭店哈，看到那东西100块，你给我送你到，哎呦，我一送哎，把那个针拿掉，一朵一朵把它解开，一算3600块美金。3600块，那时候是多少？一比多少？一比40米。一比40米。哎呀，我10万了。讲话讲的口水白吐，那个吐到我的眼睛。眼睛。哎呦。眼睛很好啊，对不对？那个顾眼睛的，对。我不会吐口水，他的吐口水就厉害了。如果是罗时丰吐口水，哇，那不得了，吐到你的眼睛，就好像是1.0一样，眼睛为之一亮，金光闪闪贵，吐到你眼睛就变。哎呦，喷到我的口水真的喷到我的鼻子了。哎呦，鼻子会怎样？鼻子哈？鼻子好，鼻子叫做鼻灵通。哎呦，鼻灵通啊，就不会鼻塞了，不会鼻塞。对呀，鼻塞就不好。哎呦，喷到！哎呦，这次是喷到嘴巴了呢。喷到我的嘴巴了。嘴巴也很好。这个我知道。哎，如果喷到你的嘴巴，怎么样？就好像吃到燕窝一样啊！补充胶原蛋白。甜蜜蜜呀，真的太好了。那喷到嘴巴，吃到这个燕窝，对不对？啊，你就会漂亮。哎，等一下，又弄到皮肤了啦，碰到我皮肤啦。皮肤啊，那我告诉你，弄到皮肤更不得了。哎，就好像是那个大家很有名的叫做明星花露水一样。哎呦，香喷喷。讲到这个明星花露水哦，我倒是想起来了。刚刚我不是说我不跟你讲的吗？我到美国去仙味侨胞的时候啊，以前我有一个老搭档廖俊嘛，他也是廖俊，所以嘛，你要离我远一点。然后呢？我告诉你哦，我们2个人一起表演，他也口水跟你一样多，也是喷到我的身上。我说，哎呦，不要乱喷口水。他说，哎呀，就跟你讲的一样啊。他说明星花露水，哎呦，真的好巧不巧的，这个明星花露水的老板就坐在台下，这么巧，真的，他看到我们2个人哦在讲明星花露水，好高兴哦，到后台来给我们红包不打紧哦，然后回到台湾了哈，哎呦，又来看我们表演了。给好送来啊！黄金，哎呦，黄金哦，真的黄金是吗？所以呢，我很感激啊。是啊。那今天呢这样子喷到了，不知道那个老板呢有没有看到？明星花露水的老板，不管你是第几代的都没有关系，他有看到也团的把记得了黄金的送过来哈。不过今天呢，你大班都按奖。很美。对，有一条歌那个非常是喊的。有一条歌啊，俺讲，那个林子妍老师做我好，谁妹按奖哦，就带来一条歌，哎呀，本他个糖的哈，谁妹按奖，谁妹按奖，哎。谁妹按奖，谁妹按
用板。我突然，做嘛哎，为什么？我突然想起来，是，你又突然想起，我在太阳城啊，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对，那个时候啊哈，我们的罗时丰啊，他偷偷的从幕后啊打开来看，哎呦，这首歌客家歌以前很少人，几乎没有人唱啊，只有我碰碰会唱客家歌啊，哎，罗时丰他一听那么好听，马上就把它翻成火罗瓜来唱，对，今天来分享。用分享，请他来唱他那个好老板什么按讲，我可能唱的好有比头发好好嘛，哎呀，朋友无谈到哎，考验一下，考试一下。中间有合音啦，等下麻煩一下。沒問題，來就。喺合音沒冇問題，喺嗰度合你仲係講翻嘅。歌王歌后嗰度同合。係，你唱到神威歌王歌后。特別名主持人嗰度同合。好，我用合那同係講。火老闆的什麼按講啦？哈，來彈翻嚟。西妹安將，西妹安將，親像一蕊花，吹起那白白紅紅的小嘴，目睭那會講話。西妹安將，西妹安將，可比天頂的月。甜甜的笑容實在真古錐，害我忍浪世。來，我來叫一聲小姐。衝啊！我來叫一聲小姐。快點！怎麼了？忘記了？怎麼了？牛哥怎麼了？啊？要合音。合音。啊，這邊就要合了，是不是？我剛剛跟你講，歌王歌后還有女主持人幫你合音，要怎麼樣合？你要跟我講啊，講啊，冇講啊。啊，唔，你合做乜解安尼啊？哦，安尼了解。簡單的事情不難。哎呀，哎來，好了，是來這。我來叫一聲小姐。哎呀，唔是安太長啦！哎呦，用啥？趕緊的做乜嘅本來都有欺騙，做乜嘅？唔是啦，這是外家，外家搞唔懂。唔是安太長，冇太長。哦，較穩住啊，較穩住。較細聲。係，哦，講清楚。我來叫一聲小姐。較細聲。是安怎？咩強細聲啊？我講清楚，你就講清楚。小姐嘛，哈，小姐，你說等下不像這漂亮的小姐，那個小姐個感覺都衝出來嘛。要溫柔一點，對不對？係啊。那你就講清楚嘛。小姐的氣息要衝出來。要溫柔一點，要溫柔一點。講清楚也好。好，來，排隊過來一排，好來。我來叫一聲小姐。呀，這個節奏有冇？個 tempo。做乜解？啊，你講還會當你拍不接啊？做乜解？做乜？OK，做乜解？我來個一聲小姐。做乜解？啊，對吧？做得。哦，第二。講。做乜解？啊，來。我來叫一聲小姐。你到底愛的是哪一個？怎麼樣了啦？又怎麼樣了？又跳板呢？唔是用嘅，唔會衝過，唔會衝過，奶唔低。嘅什麼？奶唔低。哦，不要做乜嘅。冇做乜嘅，好，吃醬。奶唔低。好，來，排隊。哎呀！我來叫一聲小姐。奶唔低。嗰時安怎？安怎啦？天一邊做乜嘅？天一邊愛唔低。愛唔低呀，愛。愛看啊，愛看一條歌呀，還是後背好好地唱得起來，好嘛？好，來，好好地唱得起來啊！好，來，碰碰唱啊！風馬要幾日來炸，四妹眼睛。
文又后生，爱爱你每场。新年快乐！谢谢胖胖姐，谢谢胖胖。谢谢胖胖姐。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听一下康雷大哥带来一首他自己专辑里面的一首好歌。哎呦，那当然要的啦。一定很棒，好不好？洗耳恭听。客家雄风，好来。心以为相依，好中传世江湖，压出一片好天地。前队、后队、左队、右队，比动的黑中队，还有一个黑先锋队。来吞去，故乡也讲讲，相亲爱故乡，总好见你的情时代演绎，万古流芳。哇，哎呦，有看到呀羽毛嘛？哎呦，泰国人风丢丢的。从那拉斯维加斯的歌剧演员哎，他们有客家天使团们拉斯维加斯。撒哈拉亚族内面不得了哎。有讲？因为呢客家嘅天后级的人物。天后级的，甲一听也比冇得了嘞，系天公级的，系咪？哎呦，天公！哎，公级，冇，哎，黑白公嘞，客家嘅天王，哎，讲真嘞，介绍几两米啊，安尼肃然起敬。因为啊，两米啲安尼客家嘅已经算国宝级的人物啦。哎呦，听讲今边走身体话吼，托好时间吼，让佢故宫博物院给抢出来的呢。哎呦，不可能重赏分养，天后李秋霞老师，天后林展毅老师。对面传来山歌声。
谢谢。好好好。哎呦，哎呀，来，展毅老师、秋霞老师，哎呀，恭喜他发财啦！恭喜恭喜！两位真的是老当益壮啊哈！哎呀，通通已经70-80岁了啊，冲过来，慢你吃，慢你吃，是慢你把这。哎，今年量啥是青菜是青狗毛呢？哎呀，啊，大伯说俺来考试爱，今年上样白，今年上爱，今年冇做评审的呀。来，过太公爷，太公爷，我按开始，还没有。哎呀，红包一个来。哎呦，我来出来呀！讲真的，今年真的做油腔都两位，安国宝级的客家真嘅紧啊！贡献比赛，公公还买在公字的嘛，公出来。含波哟，含波哟。阿婆啊，谁落给马将乱出来。哎，今边有拿到唔头牌的相片的嘛？哎呦，啊，唔过今边干安尼本人安尼对着去咯，啊色彩吼。用白你了。你啊，你们做爸不会看到冲水管。啊不，有样哦。有准备啊？我没有呢，拿到夹头牌嘅相片呢。你用啥拿出来吓人看那是？对。嘿啊，给你喊你，哎你嘿客家人啊？来客家人啊，没有哟。来，你先看。你先用白了。你还买呀？先生啊，拿伢呢？哦，真嘅啦，要不拿出来讲嘅先看啦。见到。哎，后上世界真的还不差美男子啦，有开后上的冇？有开后上啊？冇呀？哎，种呢？哦，一种。哦，你也做动作了。你啊，民國89年噶哈。哦。精彩一路嘅，精彩一路嘅。国宝级的，你要这个庄重一点嘛，对不对？同唔同意？我让大家看一下他早期的样貌。你要拿出来要吓人啊！哎，看啦，不错呢。太久诶。我看看。哎呀！哎，到生了。对吗？22年前在国家剧院表演，是有20几的吗？有了呀，不是20几年前呐，30有了。在那个时候有了，我跟你讲啊，你以为我会中标吗？小康你干什么？你哦，过来，小康笑都有事情了。看过啦。来，好，下一种，下一种，都没人爱。哇，这个漂亮呢！哇，这个风韵犹存哦。对呀，腿暖呢？你看呀，空气刘海。那种哦，很多人在给网络里面会抓出来，还表演嘛，基本拿出来，你会做那种汇报。海报你就拿这张。哎，你要咁講嘛？一看起來嚇，來，將佢哋好食款。大家有講啊，背暖啊。上一張就有了，上一張就有了。落貨的。來，我們。那還有一種呢，比較近期的，比較近期的。看下一張。還有嗎？好。这样的动作客家用精快的节目，哎呀，大国的亲火啊！所以观众朋友多多支持啊！全创作，自己创作。哎呀，那一定不好听。我们来看比较近期的，比较近期的。看下一张。还有吗？啊！快点跪！你们相似度大概95%。哎，真的因为是发型的关，因为发发型的关。你最不可能啊！不可能出爱嘛。哎，我刚才在中国合照好吗？没有，我很斯文。既然安尼啦，根本安尼刘德华的偶像都来有啊。他们也是刘德华的偶像。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哎呦，冇啦，你要多在上用白人，怎么你用实在够冇啊？冇啊，干讲有咧他们等着呢一首经典歌曲。我妈妈的偶像就会谁啊？过年嘛，我妈妈一天没有啲看安尼客家电视台呀，过年特别节目，带了一下《娘情都市》。
讲起创了首歌曲敢好？没问题我啦按做的，爱负责创，两啥负责做表情。哎等他听，还有更加重要的哎，今天公演嘛哈，哎小康老师为了要尊重你，太尊重你了，他还有准备你的礼物，哎对对对，小刚，你每次都给我乱锵锵锵锵通用进度这就有道具没？好了好了，搞笑版的呀。来来来，好，公演了哈。其他的呢，其他给。娘亲爱兔儿子，地球苦难当啊，艰难就爱心啊。教我看。哎，爱讲要一讲嘞。唔好看嘞。我的腿穿短裤，唔会输你嘞。我讲啊，唔好太我还是讲过小康大拍是让我乱呛啊，哎，唔会撞短裤的。请把他的麦克风关小一点。用进兔子糖的，哎，喊我上我糖一条，安尼林展毅老师。看老年的有无？唔安静机会啦。看老年的。我们创一条个卖插车嘛，创一条个一定要有道具。哎呦，有准备哦，有，嘿嘿，我来准备下道具。卖插车哦，来买插车哟！买插车，买插车，大做出门买插车。为了先把高山村，无奈何买插车。先阿哥位，细阿妹，人要把把步样车，要烧酒，也有胭脂，一啖都敢看上色。嘿呀落地嘿哟，嘿呀落地嘿，嘿呀落地嘿哟，嘿呀落地嗨，锣鼓响连车，阿爸太上嘞。当我出来咧，还有喜咧咧，插车买体咧，欢喜呀妹妹，强强松松，爱爱做呀咧。哎呦，买插车来，各位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啊，还有阿公、阿伯、阿叔、阿婆啊，大家来叫我们买插车啦，吼，嘿啊，哦，我拢讲做买啊，做买到啊，买来都买冇啦，原本的海军啊，海军，哎呀，买嘛该东西啲嘛，胭脂水分，颜值哎有啦，我拢讲，一颜值啊，吼，不管係37歲，一係83歲，查落去啊！一天會變到18歲，來兩個，來，好來，你轉開來，來示範一下，來，好，轉開來，好。好，眼啲咧，快驚完啲嘛嚇！來，繼續來買雜車哦！买插车，买插车，大做出门买插车。为了先把高山村，无奈何买插车。先阿哥位，细阿妹，人要把步样样车。
相识。嘿呀落地嘿，嘿呀落地嘿，嘿呀落地嘿哟，嗨呀落地嗨。锣鼓响人车，阿爸太上嘞。打我出来嘞，太过气嘞嘞，山吹麦提嘞，欢喜硬个呗，强强松松，爱爱做呀嘞。哇，今日这个东方一啊，又抢到了位太명神了，对吧？那节目真的哎呀打好了的分享，嗨两位咩爱客家嘅非常重要的人物。哦哦，一位小鬼歌王小鬼歌王邱志燕，邱志燕另外一位安尼客家邓丽君，嘿，陈双老师。来分享。记得当年，暗夜有彩无通切，兄弟姊妹做头前，当太阳碰风一切，说公公当最有钱，北地后上有姻缘，空中万拉木渐渐，汤鱼菜嘅不离旁天。常在鼻筒台，朋友那都是石头芙蓉带。头发有头发，用它好把带，好把给门的掉无害。头发有头发，空口常在鼻筒台，梦游老多的石头芙蓉带。接下来分享的客家邓丽君、陈双老师。你嘅梦想在我心肚里，相爱相爱本意，看嘅树来分享，情到梦爱实现，相爱难定讲讲，几时讲时间已无爱停留，不是讲天长地久，所有故事路为长久。浪花开花落，所有辛苦都变天宫。爱快乐一点点，才快乐一点点。幸福过上台上唱，唱出不了心边啊。爱快乐一点点，才快乐一点点。所有梦想。幸福歌上台上唱，唱出不了心边啊。爱快乐一点点，才快乐一点点。所有梦想路快放，长长久久到永远。爱快乐一点点，爱快乐一点点。分享两位，分享两位。哇，汉主持人，哎
喜哈！恭喜恭喜！对对对，讲这俺家节目啊，哎呀，俺家客家电视都过年上看得到陈松兴老师对呀，要不然就很特别。过年上看得到很难，小鬼歌王，哎呀，因为我有小鬼歌王嘅称呼了嘛。哎，罗科不爱的呀，爱不你耶？他以按本的哦，妹，啊，做嘛个演员哦。那贴牌比闹热打擂台已经习惯了。哦，罗哥就那个我相处间比较长，好逗啦。对对对。选手挑战者好凶那些啦，吼，罗哥讲，哎呦，邱志远因为紧中摸了，吼，不会，等一下会忘词。哎呦，每次说的都准。哎呦，不是忘词就吊拍，嘿，大白讲的大白准。哎，那你道行很深呢。不是，罗哥到底有养小鬼，养小鬼。所以预言啊，节目当中都讲以小鬼养小鬼养小鬼，做了小鬼歌王。一些歌手哦，真的有一个另外一个绰号，真的还不错。对啊，哦，你像周杰伦，有没有周董？对不对啊？哎，费玉清小哥啊，罗时丰。飞牛有没有？小牛，太牛啦！那个空空以前个人家会赖出来哈。你以前真的很憨厚嘞，真等一下。哎，颜料啥来就有上落哈，要按你听拢爱上落嘛，做唔得啦，哎，唱姜头。過年我就他個皮他假啦，皮他假離開啦。真上落真馬年的啦。講真的，太公演哦，我们也是有喜事的啦。陈双老师啊，哦，发片啦，因为刚刚的神发苦闷嘛，就是创作也给转基督是有正面能量不大概可是因为那个嗓音比较温柔嘛，就用温柔的声音给大家鼓励鼓励哈。因为按托過年啊，相信按你當到客家鄉親，這款嘅節目，你也大國嘅親和啊。嘿，真是誒，感謝客家電視台。所以觀眾朋友多多支持下嚟，哈。多希望也從全輯做啲名人金曲獎做得到最佳女歌唱，那個全創作專輯。全创作哦，自己创作，哎呀，那一定不好听。Hello， 哎，你不是说，妹，你不是说你很老实吗？恭候发，我为了做节目，你知道我真的这个嘴啊。我们1年才见一次哎。是啊，安内啦。根本也讲真难得，看到2位前辈已经表演过，哇，那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欣赏的一个节目哈，安内啦。音乐无国界，哎，对吧？所以呢，其实林展毅老师，人家有写过很多类似这种，比如说有点像取样某一些歌曲嘛，哦，嗰條歌曲啊，我很少講用嗰種嘅音樂嚟諗，但是有一首歌啊，係藝老紀明陽老師去教卡，係咪叫人講啊？你頭前度就用這。這個學藝嘅欣賞啊！哦，講我頭幾響係最弱大啦！難怪啊！這歌就是我還以為那首是你剽竊人家的。他認同都唱誒，他取樣他的那個歌啦。如果試驗咗啦，咁其他學唔知係一句啦。剛見面呢，我們就來小鬼歌王。好。有哪個？榕樹下呀，因為期待再團圓。哦，榕樹下係咩？一條歌嘅，而家要過到客家詞，還有乜嘅歌要過到客家詞？甜蜜蜜。甜蜜蜜有過客家詞嗎？歌行呀。妹，歌行呀。妹，很多歌行呀。楊妹妹呢？忙哎。是雞年哈，沒楊妹妹。按你冇嚟欣賞啊！過新年，大家嚟過新年，家家戶戶建在養新娘，建在養新娘。
接出耶，快乐光阳，乱风送向明天，泪求喜，泪求喜太传情，不记祝福为你实现，太推因果心呀。榕树下贵宾的客家歌哦。万里相逢恩悠然，将你真相呀分清。亲切的笑容，温暖的心，还有甜蜜的好声音。满满的面带笑容，一切是不会圆满。认真打拼为前途，切莫糊涂过一生。祝你健康又快乐，期待以后再团圆。欢迎我们的于大哥。你我爱祈祷天台高。真的，一画面很亮啥？我叫阿公看那边说。我在到哲伟哥讲，那种动手应该顺啊吼，对阿公，所以出来晒太阳，晒太阳。欢迎我们的于大哥。我衷心地谢谢你看我快乐情。好像要中风了。如果没有你给我爱的滋润，我的生命将会失去你。我的春风里陶醉飘逸，仲夏夜里绵绵细雨。聆听那匆匆那轻轻那轻雪花飘满地。啊，我的平凡岁月里有了一个于大哥，偶像，于大哥，恭喜发财，新年快乐！于大哥，你也要那个为我们大家保重身体呢，为我们大家好好活下去呢，哈。我跟他们两个差不多了啊。哎，生意很懂好，你听话都会讲哎。应该也是要摆在故宫博物院。差不多了，放下神体容易了。这样会不会很辛苦啊？蛮累的。哦，哎，这样又有点像李登辉。为什么你听我这样了？哎呀，来。
好了，今天真的很开心哦，邀请到2位了哈，来跟我表演，谢谢。啊，不，来了同样啦，哎呀，我们大家一起来陪伴你客家乡亲朋友，好嘛？好，节目2点钟嘛。哦，后边还有几下组的来表演，好嘛？哦，啊，大家多多支持咱的陈双的专辑，快乐一点点，快乐一点点，开心。人無情日雨，花無百日風。阿哥愛戀妹乾曉生我，阿妹戀個手愛戀愛喲，車呀嘅隆咚跨，手來戀愛好麼？哎呦哦，阿哥，你吃糖款啊哦。看到你會笑誒，哎呦，哎呦，那哎呦，好戇叫相用合論，莫個戀來好麼？有些阿妹啊，喂，哇，他缺掉嘅啦。哎呦，我要排隊啦。錯，原來現大樂，阿哥愛戀愛真奔波，阿哥戀愛冇聽錯過，車呀幾隆咚跨，愛情小啊無奈何。手來放，向下來唱歌。恭喜恭喜啊！恭喜好，恭喜恭喜啊！你有到位吼？講下街啊！恭喜！啊，恭喜！哎呀，真的畫面好漂亮，哎呀，好大哦！我講我先，好有氣質哦。對啊，剛剛上一組都是老的，哎呀，冇眼用嘢，冇眼用。哦，這一組呢完全就冇跟樣冇。講真嘅呢，上一組啊吼，來牛哥啊吼，我衰退了你冇？哦，這一組整個面具白。冇啦，上一組還沒到你們倆真的站在這裡很搭，可以一起主持節目啊！啊，真嘅啦，好來，鬧熱大擂台，鬧熱強下來。
好。又到大礼拜六哈，时间哦，咯。东感谢吼罗时丰泰国还祝贺个甜心啊，俩过年都做甜品哦，特别同欢喜，哎，介绍俩三位呢，很多客家新公帮，哦，系啊系啊，以前啊，罗时丰啊，朱海军都哦欺负佢，就欺负当甜，哎哦，呢啲係看呢啲寫度睇，呢係出家看呢度睇咧，你迄種，冇你迄種佢哋鄉下睇，平睇，平睇平睇，不如平哦，喊啲兩面，哦，係真係，我們要先暖身。我现在多想啊！你看，我现在终于干掉我们。对呀，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讨厌他们了。哎，你就有任務啦。你到底今天帶來一些什麼重大的任務？介紹了3位很多客家新公幫，你都來到我們節目，來啊！對，把他們帶來了。帶來啊！帶來啊！衝過門睇。衝過啊！哎呀，腦一滾滾啊，經典重現。你头甩了一下猪，台地主成嘅佛帕雷，头那么湿哒哒，用手台地爬山的食材嘛无搭对，才有朋友強下來以後把搞水，嘅下講貓來強下掉鬧嘢，樹紅那啲麥土條線亮零落度，你怎用不來，對我強又冇法度。风扬中浪啊，就两座光可爱路，长下阿公做点碰点泡茶，是包呀阿妹喊你走哈，梦喊起茶，夜公公生那样，落土风起落冲，笑哈哈。Sen que pongi you for me you ngày đêm đi đã đi thu ho xéo con tiết lộ把戏或许有些话不需要说明这一次遵循你不敢忘别，放心去旅行。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不再有眼淚，也不再有悲傷。假使愛上你，愛袂點點看天堂。假使你相愛，就都愛夢都發散。我的微笑是你喜歡的模樣，我會盡量勇敢地與往常。時間的網留住了美好過往，終究會翻越心裡的那一道牆。一個月一個用，本來就愛用，找個人來認同，還不如自己先衝。是什麼原因給妹妹自勇敢面對顏色，總有改變嘅可能，沒有誰能夠
续闭上脸，用锐利的眼神看向前面。爱成功，有你的地方有快乐。有你的地方有梦想。恭喜恭喜恭喜！哎呦，肥丢丢到咯，肥饱落这个咯。就是我们客家界的青春的霸体，有没有？青春的肉皮，哇，哥人木薯都捡起来。可以了。这个是一路一件我刚刚就是从第一段、第二段到你们这一段，看到这里，就是一个客家界的传承，有哎，吗？真嘅呢。对啊，係佢哋唱嘅歌曲，我特別講一下。哎呀佢又唱嘅都當有名客家嘅八點八點嘅主題曲，主題曲。講到係音樂嘅傳承，係啊，嗰頭擺當到那資深的一些前輩們創造了很多好聽的歌曲啊。那像比如說這大概20年前，那個時候有。像黃連玉老師，新寶島康樂隊嘛，大概10幾年前那個時候，課台剛成立的時候，有一個謝宇威老師，有沒有？哇，你看這兩位都是很棒的一個創作者，大師級的人物，也創作出很多膾炙人口、好聽的經典歌曲。對。我剛剛講到那兩位，這個大師級，有沒有可以有機會的唱夾歌嘅好冇？哎呦，杜浩今天還有準備好呢。有準備杜浩，杜浩有準備好。哦，很勇敢的主持。我要唱那個大胡子。謝宇威老師。謝宇威老師。鍾馗。這個是達摩。達摩。講真的啦，我們兩位哈，在客家電視台唱國的機會沒冇很多。好，今天我也有點膈應。哎呦，啊，喉嚨有點膈應。你也要哦。我也來一點點呢。哎呦，好嘛，給你偷一下，你偷一下。我唱一條好呢。你要唱法術行嘛？係啊，法術行。哦，達摩的。你要唱乜嘢啊？客家小唱。玉哥的歌，好不好？玉哥，就你剛剛講的那一首《猜呀點青嘅安補頭》，懂後台耶。我來點兵點將。好，來，點下，公演嘛，三個我都想了，怎麼辦？那你怎麼沒有？他沒有。那個老了那個。太現實了吧，還演戲。你不懷念我了？那你們哪一個會剛好會這首歌？旺橋，你會啊？哎呦，當然不讓。好，那所以於娟就，你剛剛唱得太好了，得罪到我，需要休息。你帶了法術，法術哈，那你帶了一條菜呀點青嘅安普頭。哦，可能是。法術哈。你是堂哥嗎？法術下，佢都年嘅法，你係韓國戲，嘅風風啪啪嘅法，就跌落你面前，跌落你肩背，跌落你腳下。法術下，你是堂哥嗎？法術下，佢都年嘅法，
人海行故乡，给风风拍拍给发，就跌落你面前，跌落你肩背，跌落你脚下。发树下，有一根蓝色的脸。发树下有一个老师傅啊，做个给人生，做个给什么？就从给门前发，来来去去，唔知几多少。发树发树给发树哦，夜空是门，做嘛该相对，菜呀点情个红布条，饭呀生路，梦呀水路，想起来实在真眼眸。相爱，在俩点情个红布条，饭也洗唔落，马也洗唔落，想起来实在真感慨。总以老辈做太阳，总以老辈做气色，爱怎唔爱笑？爱呀，甜蜜唔爱叫，夹夹开门分爱路，唔好海爱去到天太高，唔好海爱去到天太高。总以老辈做太阳，总以老辈做气色，爱怎唔爱笑？爱呀，甜蜜唔爱笑，爱呀，甜蜜唔爱叫，夹夹开门分爱路，唔好海爱去到天太高，唔好海爱去到天太高。哎呦，很
好，这个是什么啊？干嘛？这个是还攻击你？对对，还要攻击我啊！现在有没有搞错？哎呦，好爽哦，真的。哎，真嘅同学堂咧，真的，一画面可以用啥？我叫阿公看那些书。咩？我偷听到哲伟哥讲，那种动熊应该顺啊吼，退阿公，所以晒太阳，晒太阳。又狗子底度啊，哈，又那个唔是少啦，哈，我一啲唔會叫啦。因为孟乔的眼睛看前面，但是罗哥的眼睛看天花板，就是晒太阳。太阳就哎，不过唐友真经有发面哦，用用啥冇用拇指的那个对唱也不一样，有到拇指啊，母女啊，姐妹啊，姐妹啊，姊妹对，我跟他真的是有点像父子父女。讲真呢，也两条歌的安尼哦，黄连玉老师，还有谢宇威老师，这也是大师级的。还有一位没有介绍到，还有吗？有嘛？亚 V 讲真的，你安尼客家嘅贡献面非常非常的大。哎呦 ，TVB 创作客家流行歌曲的 V 歌手，因为创作者。艾迪哦，艾迪耶，我知道，欣赏对，他把客家歌带到这个主流的电视里，是，所以他的歌也不能少，真的，真的哦，好好的唱一首他，或是他改编了什么歌曲也都可以呀，好不好？卖了唱，金平日难得邀请到金曲歌后来，真的哦，阿刚讲哦。你好好的唱哦，好，你冲起来哦，不能冲哦，好，按摩冲我提好，困难，莫跟我有关系，不要跟我有关系，啊，带了马个狗，米弄挑，哎呀，哦，米弄挑呢，混用的挑，来呀，挑咩？太敢轻松一下，改编了董火的经典歌曲，来弹个米弄挑，来。松阳得来万家草，苏南七体外头从山过来哟，刚早好生来圈圈在嘞，连妹唔到位到哪里差哪哟？人人讲我爱风流出路，命带头发来度无奈何奈哟，心肝命来哟命心肝。三年无说来度无相干来哟。谁莫安将爱面安放？到今都爱都心安人来哟，谁都三更我思乡哟，莫测流落爱都曾丢下。米弄赢了，米弄赢了，米弄赢了。哎，所以哈，哎，我继续主持客家天师团，啊，继续创爱好乐歌就好。唔好亏本。好嘢啊，客家歌。以往啊，好会发出下的啦。讲真的，今日非常欢喜啊，有一枪都两位啦哈，两位前辈，还有我们3位后辈哈，哎呀，希望大家一起加油，好，加油，一起努力，
我相信大家可唔可以看到同欢喜？可以哦好不好？哎呀，三下嘞，按照看行啊精彩节目，好不好？来。好。水中秋来秋去哦，天空中马盖老水我刚刚收到简讯，那个我阿婆说我要转台啊，转台，对，快乐，剪掉好不好？剪掉，来来。子勋，哇，这个那个小玩意儿啊，小玩意儿。要跳《勇猛吃前跑》啊，那吴胜志老师的歌，你可以把它改成这种，不要麻烦了，不要麻烦了。哎，那牛仔很忙用哎。有一点这个我们说叫 bluegrass 蓝草的那种曲，跟乡村风乡村音乐有一点像，有一点差异，知道吗？对，有点很像大家在跑步啦。对，今天过年嘛，对不对？今天真的，你看哇，什么音乐性的东西，他敢做了第二的节目堂的都，我要新的创作者，这个小玩意儿是玩具吗？我其实今天带来也是要表演给大家看，就是祝福一下，吹一些大家经典的那个经典名曲给大家。真的？对，哦，压小孩子的玩具吧？对啊。可是小孩子玩具在我手里就变成成人的乐器。哎呀！干熊啊，喷马狗喷太嘎糖啊！我如果没有人喊停，我就会一直吹。练，不是啊，你大过年还弄这个什么？我还有一首，我看到你突然想到，对。不是我的一朵花，很容易就接到那边去。去你的干毛用事实，那太有名了那一首歌，这是对不对？那凸显我这首歌不有名嘛？也不是啦，因为过年嘛，因为过年就大家开心就好。对，不要感冒啦。对啊，喊盲通，他个你们嘿呀，祝福一下的大家好啊，我是翁子宪哦，祝大家新年快乐啊！
传台签魔兄都要声音的高的东西要做拿的。对，小孩的玩具，成人的乐器，快歌而已，慢歌也可以啊。他就牛哥就只有这首歌了，是不是？那经典名曲嘛，今天的题目是不是？你不这个不是他的名曲，出道30几年，对不对？我每天都在听的。然后出了60几张专辑，我最红的歌就是这一首吗？不是，其实不好意思，我只会吹这一首。对啊，但是也还学出钱，还有很多创作的好歌。哎呦，哎呀，上摆还记得有一条歌点的节目，闹热大擂台有唱歌的嘛？哎呦，佢跳那个竹马跳啊，有一次有讲到什么猪母的，对不对？对，就是海军看那个 CD 那个嘟唔雕啊，嘟唔雕啊，他看到那个猪母条啊，也蛮应景的，因为过年大家吃那个肉干有那种猪母条、猪肉条，哎，今天都来带来，是不是？欢乐的歌啊，猪母条。嘟唔掉，嘟唔掉，忍不住了。来，弹一条后场的歌叫嘟唔掉。嘟唔掉，上海中国本一趟，嘟唔掉，是紧冲紧台上，嘟唔掉，关机个表马上。同样拼头，上到安江心退安好，莫安大嫂，天然情我摆动，为啥人不用强说？叫不压抑，混流马路，前头灵魂给出口，躲不掉，上海冲个不一趟，躲不掉，是紧冲紧台上，躲不掉，关机个表马上，躲不掉，那个空下来跳舞。无落水给安抚，无闹人给包袱，情谊全部给朋友，共我 party all night long，and you 就来临 ，and you go 就来走，情谊全部给朋友 ，and party all night long。躲不掉，上海冲过滚一趟，躲不掉，是紧冲紧台上，躲不掉，关机个表马上，躲不掉，那个空下来跳舞，躲不掉，上海冲过滚一趟，躲不掉，是紧冲紧台上，躲不掉，关机个表马上。那个空下来跳舞，哇哎！哦，突然你弹的堵唔掉了。一条歌一张专辑是去年的这个最佳客语专辑奖。是。对啊。今天啊，咱们感谢呢，子轩的大驾光临啊，太公娘的本太给他表演很精彩的。丢闹捏了，丢闹捏啦，当然啦，听下来啦哈。但是杀下来哈，杀下来介绍下面金曲双人组。哎呦，爱好朋友啊，你好朋友啊，就嘛系好朋友啊，说是啊，哎呦，还有上人啊，是，安尼个个上来就介绍啊，你这个就介绍人朋友啊，爱卡了。摘茶爱摘两三皮哟，三叶豆，三年莫摘就漏了你哟。
就长有言哦。哎呀，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发财！恭喜啊，恭喜啊！非常杰出的音乐人，一条歌嘎真的让我听到哇，好怀念哦。因为小时候这个歌就是我常常在洗脑的歌曲。不过讲到这个老歌新唱啊，要说老歌新唱嘛，对不对？哦，编曲整个那么澎湃，对不对？讲到要老歌新唱，根本就难不倒我们家的牛哥，好不好？你妈给狗有笑的啦，对不对？不管是老的、旧的，还是从来没唱过的，还是儿歌什么。完全经过他的那一个嘴巴，他那个喉咙吐出来，完全都不一样啊！我只会感冒了又死死，你都做嘛啦？你现在要 Q 什么东西给我？你表演一下啦，杂茶歌啦。杂茶歌哦，你讲天空落水啊？可以吗？水片呐，你晓得那水。天空落水。刚刚你们这个节奏是比较，你说电子，对。安妮，我来一个，就是比较慵懒嘛哈，那就有点像老实情歌那一种，老实情歌。爸爸，哎呦，你懂好嘛？跟人感觉好嘛啊？好嘛。好来，有一点。我们这边，我们今天很像同歌团。如果你们觉得 OK 了，可以加起来。伴舞。跳一句，阿公喊唔冲。不是音乐很舒服。你算你晓得冇？天空啊，落水哟，哎呦，阿妹哟，带到错莫来到行水边，行水那。水中秋来秋去哟，耶！天空啊，好了。哎，后面还有啊，后面阿多利布阿多，你不是 R&B， 不一样了是不是？来，我 Q 他唱一段，整首都要。其实最难的是舞步嘞。阿妹，阿妹，天空落水哟，天空落水哟。不够。我刚刚收到简讯，那个我阿婆说我要转台啊，转台。这一段拜托剪掉好不好？剪掉，太啊了，很啊，穷啊！有没有看到牛哥就是牛哥？你怎么？某 Q 用还青彩夯一冲，就我只是个唱歌的人，他们是音乐人，你要在我唱歌的人呢？他们在他们面前出糗，没有出色，刚刚表现的跟他们特别不一样。哎呦，还好有他们帮我合音，阿摩要调歌真的就难听。就回去今天录的只有刚刚那一段有保留。他的沙哈的糖叶哈呢，挨卡啦的冲一条后台歌嘛。聊聊歌吼，叫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啊，已經喺度前面，會唔會全部唱歌嘅呢？哎，你轉時有跳過？有冇共用？冇共用，冇共用。应该不是老歌新唱的啦哈。唔係，老歌新唱他又要再唱了。也可以隨時讓羅哥改變一下。不，就是新歌老唱了。好，你的阿婆又要打電話來了。對，我們已經剪了，已經剪了。剪了。對，來談一下新年快樂。大哥來。我先生做好，困累動人跳啊哦啊哦，下後生下人到掉，轉來來東中看燈路來看夢，叮咚叮咚，you get late my dear friend，你是在喊強，一台嘅思念啊哦啊哦，東上忙你 OK 啦，過年嘅時間我慢來去拜年 ，hello hello。老大家風風浪浪，萬大獨當嘅刀，歡喜嘅歌，新年恭喜發財。1、2、3，新年啊快樂好運到，我恭喜你，我恭喜你，萬事日日好不易，我恭喜你，我恭喜祝福你，新年啊快樂好。恭喜恭喜恭喜你，萬事日日好不易。我恭喜恭喜你，我恭喜祝福你，平安健康太傳前路，上忙大病啊好運到。獨當嘅刀，歡喜嘅歌，新年恭喜發財。1、2、3，新年啊快樂好運到，我恭喜你，萬事日日好不易，我恭喜你，我恭喜祝福你，新年啊快樂好運到，我恭喜你，我恭喜你，萬事日日好不易，我恭喜你，我恭喜祝福你。哎呀，今天睇下唱歌有歡喜冇哈？教都有歡喜啊！有啊，冇過年啦，冇過年樣辦，但是今日都2點鐘嘅時間咧啦，笑一下都過夜呀，對吧？我看咧，去拍節目一定都明年的啦，吼。明年啦，明年啦，今年吼，冇安尼，太過年冇收來啊，明年吼，其他明年啦，吼，今年東康通啦，哦，今年太個客家街太陽神，全部團圓在一起，啊，最幸福的一件事情是，冇唔錯。客家一天吼，上看我做看真好看的呢，客家電視台17台，一天都支持呢客家電視台呢，好冇？好咯，真重要，今日吼，我哋同大家祝福一下，來唱一條歌嘅，哪個歌？希望大家都歡歡喜喜過好年，過一個快樂的大拜年。